阿摩司書1章3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大馬色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，因為他以打糧食的鐵器打過基列。由呢一節經文開始，去到2章尾，都係記載以色列各周邊國家同埋以色列嗰個嘅罪。經文指出，主耶和華嘅容忍到咗最後，亦都係做到極點，所以用3番4次嚟重複指示地方嗰個嘅犯罪，已經去到一個主耶和華無法容忍嘅地步，甚至佢哋呢一個嘅犯罪已經成為佢哋一個嘅習性，不由自主地去進行。面對大馬色，即係亞蘭國，指出佢哋犯罪者嘅罪行。喺亞蘭國嚟講，呢度本來愛嚟做工作嘅工具，卻變成武器去攻擊人。呢個係失去咗原本嗰個嘅用途，亦都係扭曲咗。今日其實我哋都需要去諗下，原本係建設性嘅嘢，點解會變成一個係攻擊性嘅嘢？今日我有冇將主本來畀我去侍奉佢嘅恩賜扭曲咗，成為炫耀自己，甚至用嚟傷害別人呢？我哋有冇重重複複都將呢一個成為我哋嘅習性，視而不見，聽若罔聞呢？